市长会对就任以来一直不断的努力来推动体育相关的政策，同时嘛，伫咧109年度全民运动会，佮有110年度的全中运，佮有全运会中，拢创下县市合并以来上侪奖牌好成绩。为着要继续强化台南市民的运动风气，嘛会继续努力打造互全民会当适时运动的幸福友善环境。在议长的领军之下，能够表示我们府会共同对于推展台南体育的这个重视以及齐心协力。我跟各位报告，台南市在2019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才我刚担任市长的时候，体育处总共有12位同仁，现在是32位同仁。那我们在有限的财源下，努力来增加对于体育的重视的力道。那现在体育局在成立以后，我们的同仁会再增加，经费会再增加，对于选手的培训以及教练，还有所有的全运会的筹备工作，我们也会再努力。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会再更努力，在主办全国运动会的时候，能够让台南被看见。不仅是我们筹办大型赛会的能力被看见，我们的选手的优秀表现也要被看见，我们的教练的努力也要被看见，以及台南市府都府城要被看见。我想在这边非常感谢议会的支持。我跟各位报告，接下来的程序是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，把台南市体育局的组织自治条例会送到议会，那恳请各位议座能够审议通过之后，1个月内就要成立这个体育局就正式成立。活动现场来了有真侪相当关心体育的贵宾以外，体育局会当准备成立嘛，非常的感谢台南市会大力支持。现场有真侪民意代表嘛，共同来见证这摆台南市体育运动发展的新的里程碑。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嘛，特别感谢各界大力支持和协助，帮助台南会当互健康运动对全民做起。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再创佳绩，再现高峰。如果体育局的草案呢送到台南市议会，我们台南市议会所有的议员将以最短的时间来派入议程，来通过这个法案的通过，尽速将体育局成立，来培育新的体育人才，符合1120年我们全运会在台南市举办的这个整个的工作。那我们台南市议会所有的议员将义不容辞来支持这个体育局的成立，也能够赞助鼓励，尽快培育优良的选手参赛。在此，我们台南市议会预祝今天的成立能够圆满。今仔日非常欢喜，嘛非常激动。当咱的市长黄伟哲市长来成立这个体育局，伊的承诺终于实现了。甲咱市长鼓励一下，甲咱鼓励一下。伊真正确实有真正有听到咱体育会，咱体育会，咱的体育人全部拢伊会深深的感动。也甲着咱的郭信良议长伊带领这个议员团队无分党派，全部拢挺咱体育局。感谢咱的议长。现场除了有精彩啦啦队表演以外，其中伫咧东京奥运摕到亚当第4名的方婉玲，佮有鲁拿常胜军永仁高中，佮有真侪台南优秀的运动选手，嘛做伙到现场来见证台南市体育界的大跃进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运动会我们再现佳绩，再创光华，再创更多的金牌。